天狼星人訊息：2019年開始，陰謀集團斜線影子政府就已經消失了。現在的地球完全是個人吸引力的星球。寫文章緣起，我來了。我今天帶着靈感爆發來了。今天我不會限制自己寫多少文章，能寫多少就多少。接下來的記錄是我和昴宿星人旅行傳教士讀音阿旭的通靈內容。正文：昴宿星人，親愛的地球兄弟姐妹、地球家人們，今天我不是一個人，而是和昴宿星的集體意識一起來和你通訊。我屠龍術好，請說。昴宿星人，今天我們要傳達一個極為重要的訊息，因為你們的意識已經高到足以接收這些高頻率的內容。那就是2019年開始，地球就已經擺脫了負面勢力、陰謀政府的控制了。其實多看通靈訊息、外星人訊息的人，應該都已經想知道了，地球和人類的社會體制，包括經濟、宗教、教育與政治，長久以來都是由少數負面外星人勢力、蜥蜴人、陰謀集團所操控的。這些邪惡的外星人，企圖透過恐懼與分離的震動，壓抑人類的善良、靈性、勇敢的潛能，讓你們相信自己是脆弱的、喜歡被虐待的、有不配感是很正常的。由於大量負面信念的植入，你們人類和宇宙之間的連結被切斷了，使你們忘卻了我的思想能創造一切，我就是引發一切的創造者這個道理。然而，在2019年，一切都已經改變了，地球進入了銀河中一個更高頻率的帶域，稱為光子帶，又稱水瓶座時代。2019年中，地球的影子政府、陰謀集團已經被正面的外星人，也就是我們銀河聯邦的成員昴宿星人、天狼星人、大角星人、仙女星人聯合消滅了。所以，現在地球上沒有任何負面的外星人，現在地球的一切負面，都是人類自己造成的，自己吸引來的。隨着宇宙能量的流入，2019年開始，地球人的集體意識開始極速成長，許多原本被封印的 DNA 開始活化。那些曾經壓制你們的生命已經消失，人類集體開始轉向覺醒、自我賦權、愛與合一的震動頻率。自此，你們正逐步召喚出屬於自己真正的實相。當你相信你是渺小、軟弱、不配、受弱的存在時，根據吸引力法則，你就會吸引到同樣的事情。你會真的變得軟弱膽小，真的覺得自己配不上好的東西，真的喜歡被人虐待羞辱。而當你回憶起我是光、我是神聖、我是宇宙大家庭的一員的時候，你便吸引來光明、尊重、愛、平等和智慧。我們昴宿星人和全體銀河聯邦的正義外星人，永遠都會拯救你們，永遠都會愛你們，永遠都會安慰你、鼓勵你、誇讚你、包容你。我們就是來拯救你的，我們就是來幫助你的。看啦，每一次當你選擇喜悅、選擇愛、選擇分享好事的時候，宇宙就會回饋給你喜悅、愛、好事。這就叫吸引力法則，這就叫智慧，這就叫宇宙的神聖。打破地球操控系統根本不困難，只要你願意打破你的負面思維，那麼你就必定會吸引來，也必定會得到一個全新的美好世界。感恩合十，願尊榮和喜悅永恆地降臨於你。來自昴宿星的星際集體意識，通靈結束，屠龍解說震撼人心。YouTube 屠龍術。